各位法師慈悲，各位蓮友，南無阿彌陀佛。淨土心經正言經典，南無阿彌陀佛。呢六字萬德洪名，不可思議嘅功德內容，經典中處處可見。其中主要嘅經典淨土心經係釋迦牟尼佛專門對我哋開示阿彌陀佛極樂世界以及往生嘅經典，亦就係喺顯明阿彌陀佛正報莊嚴嘅功德、依報莊嚴嘅功德，以及眾生往生聖眾莊嚴嘅功德。淨土心經純粹係講述呢三種功德，其他附帶講述呢三種功德嘅經典將近200多部。關於佛說阿彌陀佛根本秘密成就經，釋迦牟尼佛一生開示無數有關阿彌陀佛嘅功德，若果再加上開示阿彌陀佛名號嘅功德，可以講無量無邊，不可計數，不可道盡。無量壽經形容話，晝夜一劫尚未能盡。講義摘錄嘅呢一段文字，可以講係所有文字當中最緊要、最精華嘅部分。呢個係後來嘅人所截取，安插喺阿彌陀經中，放喺世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嘅阿文，並令取名為佛說阿彌陀佛根本秘密成就經。而經文與阿彌陀經完全相同，只係多呢一段文字。原本阿彌陀經並無呢一段文字，多咗呢一段文，又另取經名，咁樣會俾人哋指責係偽經，係再製作嘅經。不過若就意義嚟睇，呢一段文字確實符合佛嘅意思，係佛講得冇錯，因為字字句句都符合佛意，信符真理。呢一段文字非常優雅，意涵都可殊勝，非常好，只係安喺經典之中，並且另取經名，呢個係唔可以噶。阿彌陀佛名號具足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甚深秘密，殊勝微妙，無上功德。所以者何？阿彌陀佛三字中有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菩薩、聲聞、阿羅漢、一切諸經陀羅尼成就無量行法。是故彼佛名號即是為無上真實至極大成之法，即是為無上殊勝清淨了義妙行，即是為無上最勝微妙陀羅尼。而說偈曰：阿字十方三世佛，微至一切諸菩薩，陀至百萬諸聖教，心字之中是具足。若有眾生聞說阿彌陀佛名號，不可思議功德，歡喜踴躍，自心清念，深信不係依現在身受無比樂，或轉貧賤獲得富貴，或得果免宿業所逼病患之苦，或轉短命得壽延長，或冤家變恨得子孫繁榮，身心安樂，如意滿足，如是功德不可稱計。南無阿彌陀佛等同心臟12部。有句話說：世間可以佛說盡，天下名山僧佔多。所謂世間嘅好話，非指阿諛奉承無聊嘅話，而係指真善美嘅話，真理嘅話。世間嘅真理，我哋
想得到嘅都已經俾釋迦牟尼佛說過噶啦。以呢一段文字嚟講，對阿彌陀佛名號功德嘅形容，如此殊勝，如此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微妙無相，甚深秘密，喺呢度都講盡啦。南無阿彌陀佛六字等同心臟12部，心臟12部嘅目的都係要顯明、形容、說明南無阿彌陀佛呢六字嘅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甚深秘密、殊勝微妙、大利無相嘅功德。所以如果我哋深入研究心臟12部，自然會完全歸依南無阿彌陀佛，完全依靠南無阿彌陀佛。佛真之中，珍寶修行人嘅最高境界係菩薩，菩薩最高嘅境界係等覺菩薩，其中最著名嘅就係文殊菩薩、普賢菩薩、以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呢個咁高嘅境界，佢哋亦都係發願要往生極樂世界。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喺眾生面前係修行最高嘅菩薩，但係喺阿彌陀佛面前似乜嘢呢？就好似下品下生嘅凡夫咁樣嘅謙虛、謙敬、恭敬，嗰種對阿彌陀佛嘅謙虛崇敬嘅心情，經典係咁樣形容㗎。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就好似係下品下生喺求往生、求消除業障嘅心情。所以越深入經藏，智慧越高深，對阿彌陀佛六字名號嘅功德越係崇敬讚歎，因為越能夠了解呢六字名號嘅高深秘密、微妙殊勝，係真正嘅無量無邊、甚深不可思議嘅功德，不可思議功德名號。而家我哋依照經文一句句嚟剖析，嚟探討呢一段文字係咪有經文嘅依據，或者係後人偽造嘅。阿彌陀佛名號，南無阿彌陀佛呢句名號，雖然只係一個聲音，係白紙黑字，但係同普通嘅聲音，同一般嘅白紙黑字，可以講係天差地別。點解呢？因為阿彌陀佛呢一句聲音，呢一句符號，具足殊勝微妙無上嘅功德，具足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嘅功德。無量壽經有一段經文：十方行沙諸佛如來，皆共讚歎無量壽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議。另外，玄奘大師翻譯嘅《阿彌陀經》亦都提到無量壽佛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名號。兩部經嘅經文都係顯明南無阿彌陀佛呢一個名號，呢一個聲音具足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嘅功德。如來智慧海，深廣無涯底。一般我哋形容大海寬廣無邊、深奧無底，其實大海都仲係有邊有底。而阿彌陀佛智慧、阿彌陀佛嘅慈悲、阿彌陀佛嘅力量、阿彌陀佛嘅深奧，真正嘅無邊無底，固然我哋無能推測，即使上帝嘅菩薩亦都冇辦法推測嘅。所以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嘅功德係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甚深秘密嘅功德。點解係甚深秘密呢？因為
阿彌陀佛嘅慈悲智慧、威神功德，唯有佛與佛先能夠互相了解，其他聲聞緣覺菩薩都冇辦法推測。所謂秘密係只有彼此了解，非一般人所得以規則。阿彌陀佛功德嘅秘密，確實係佛嘅境界，唔係一般嘅境界。喺無量壽經話：如來智慧許，深廣無涯底，意成非所測，唯佛獨明了。甚深秘密，殊勝微妙。呢個就係話阿彌陀佛嘅慈悲之心、智慧之廣、威德之大，係甚深秘密。所以阿彌陀佛嘅名號不可思議，殊勝微妙。點樣嘅殊勝呢？阿彌陀經話：只要執持名號所得嘅善根與福德，即是大善根大福德，即是多善根多福德，即是殊勝嘅善根殊勝嘅福德。所以喺呢裏邊講殊勝微妙，又係點樣嘅微妙呢？無量壽經話：凡是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往生極樂世界，會得到清淨安穩、微妙快樂，如同進入涅槃嘅境界，亦都可以得到容色微妙、非天非人嘅身體。所以呢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有微妙不可思議嘅功德。呢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明體一如，亦都係依正一體。正報就係身體，依報就係環境國土，亦就係身體跟環境一體，無分離。所以名號微妙不可思議，呢個國土環境亦就係微妙不可思議。阿彌陀經裏邊提到，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所以出微妙音有微妙呢個功德。玄奘大師翻譯嘅《阿彌陀經》裏邊話：極樂聖眾微妙功德，其量無邊，不可稱數。假使經於無數量劫，讚其功德，終不能盡。所以呢一句名號有甚深秘密、殊勝微妙嘅功德。既然微妙，就非我哋所能想象、了解與讚嘆嘅。因為微就係微細，就唔係粗嘅嘢，肉眼仲可以見到。若果係微嘅嘢，必須要放大鏡或者顯微鏡先能夠睇到。妙就係已經超越物質啦，已經唔係肉眼或者天眼可見，必須以慧眼、法眼，甚至要以佛眼先至能睇到。而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嘅境界，唔係慧眼、法眼所睇得出，必須以佛眼先能夠睇得出。因為嗰個係佛個境界，殊勝微妙無上功德。點樣嘅無上呢？無量壽經話歡喜踴躍，稱呢句名號，句句都係大利無上功德。亦就係話我哋念佛人一定會得到成佛嘅功德。佛係一切境界當中最高嘅境界，最無比呢個更高噶啦，所以叫做無上功德。因此尊稱南無阿彌陀佛呢個名號嘅眾生，將來亦都能夠得到無上嘅功德，
亦就係講能夠成佛。淨土法門係無上真實至極大乘之法，所以者何？點解呢？阿彌陀佛三字之中有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十方就係東方、西方、南方、北方，以及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叫做四維，仲有上方、下方，合起嚟叫做十方。整個大宇宙盡虛空叫做十方，三世就係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有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就係一切所有嘅佛，一切諸菩薩、聲聞、阿羅漢，一切諸經，諸經就係釋迦牟尼佛一生所講嘅經典，陀羅尼神咒，陀羅尼就係咒，無量行法，無量行法就係經典中所講嘅84000法，是故彼佛名號則是為無上真實至極大乘之法。所以呢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名號即是為無上真實至極大乘之法。呢一個法無量行法，有小乘法以及大乘法，大乘法之中又有方便權究之法，以及真實圓滿之法。淨土法門係真實嘅研究，唔係方便權究，所以稱為無上真實至極大乘之法，即是為無上殊勝清淨了義妙行法。有了義究同不了義究，若果係權究，漸究係不了義；若果係頓究、圓究，叫做了義。呢句名號就係頓究、圓究，所以叫做了義。了義先可以稱為清淨，不了義就仲係唔清淨。無上最勝妙法南無阿彌陀佛，即係為無上最勝微妙陀羅尼。所有咒語，比如楞嚴咒、大悲咒或者其他諸佛、諸菩薩嘅咒，同南無阿彌陀佛呢六字名號比較，都唔係最上最勝微妙，唯有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先至係無上，係最勝最微妙噶。點解呢？就好似呢一盞日光燈喺暗嘅地方點日光燈會覺得好明亮，但係若果喺太陽光底下就感覺到暗淡無光。同樣嘅相較於佛光，太陽亦都會暗淡無光。故善導大師話：至於眾行，雖名是善，若比念佛者，全非比較也。一切佛光同阿彌陀佛嘅光明相比，亦都完全無法比較。故無量壽經說，無量壽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諸佛光明所不能及。阿彌陀佛嘅光明同諸佛嘅光明比起嚟，係最尊第一，一切諸佛光明都冇辦法相比。所以阿彌陀佛呢六字名號就係無上最勝微妙嘅陀羅尼。28字偈語讚歎名號功德，而說偈曰，就係以一首偈嚟說明，並且加以讚歎。點解要用偈語嚟說明讚歎呢？偈同詩一樣，文字雖短，而意涵最豐富，容易記憶，亦都容易嚟總持。如果係散文嘅話，就文字比較長，唔容易背誦，
唔容易記憶，所以往往喺經典之中一段可長可長嘅散文說明之後，最後都會幾句可短可短嘅詩偈，再嚟說明形容一片，讓我哋依詞依記。阿字十方三世佛，微字一切諸菩薩，陀字百萬諸聖教，心字之中是具足。如果我哋將呢一首偈背起嚟，條線所形容嘅法語，所讚嘆嘅六字名號嘅功德，係咪都包含喺其中呢？所以呢一首28字嘅偈語，我哋最好將佢背落嚟。若有眾生聞說阿彌陀佛名號，不可思議功德，歡喜踴躍，自心稱念，深信不係。歡喜踴躍，自心稱念。若有眾生，當然眾生之中有出家眾、在家眾，有男眾、女眾，亦都有分好人壞人，心比較清淨嘅同心比較唔清淨嘅，煩惱比較多或煩惱比較少。講起嚟，大多數都係煩惱具足，但係無論任何眾生聽到呢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知道呢句南無阿彌陀佛嘅名號，都有着不可思議嘅功德。不可思議就係頭先所講嘅，無法想象佢嘅功德有幾多呢？有幾深呢？我哋都冇辦法想象。歡喜踴躍，好感動，好歡喜，開心到要跳起嚟。歡喜踴躍就係一生當中從來都未曾遇到，未曾聽過，一生當中到處學，到處共修，都冇聽到過咁樣嘅法，咁好嘅，咁殊勝，咁簡單，咁容易做嘅，咁樣嘅感覺就有希望啦。只要念呢句南無阿彌陀佛，即時就可以解脫生死輪迴，亦都唔一定要朝山拜懺參禪打坐觀想，或者要悟道誦經持咒修種種嘅苦行，要布施做種種嘅功德，就係唔需要具足呢啲咁多嘅修行功德。只要念呢六字南無阿彌陀佛名號，決定喺今生今世就可以脫離六道生死輪迴，往生極樂世界，快速成佛。任何煩惱業障都無法阻礙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嘅救度。有咁好咁殊勝嘅功德功能，咁樣我生死輪迴之身嘅解脫，今生今世就有咗希望，生生世世輪迴嘅業氣當下就可以斷除。所以歡喜踴躍，發自內心嚟稱念呢句南無阿彌陀佛，深深嚟依靠南無阿彌陀佛，從今以後專念南無阿彌陀佛，無雜修無雜行，起心動念都係南無阿彌陀佛，唔念如佛菩薩咒語。因此歡喜踴躍，自心稱念，深信不係，以煩惱之身受無比之樂，以現在身受無比樂，以現在煩惱之身就受咗無比之樂。乜嘢叫做無比樂呢？就係安慰之樂、世俗之樂。比如話有錢可以感到快樂，有好嘅嘢食就感到快樂，身體健康亦都會感到快樂。但係呢一種嘅物質享受，終歸係五欲之樂，唔係真正嘅快樂，因為內心仲有憂愁與苦悶，因為佢唔知道死後
將去邊度？死後係有定話冇呢？若果冇，咁就算啦。若果有，到底要點樣呢？死後係咪要同閻羅王見面，受閻羅王嘅審判刑罰呢？會唔會墮落惡道呢？內心有擔憂，有恐懼，甚至深沉到難以形容嘅恐懼。但係念佛嘅人，就算再點樣貧窮下賤，再點樣煩惱妄想，內心深處都係會有一種安慰。佢知道自己已經可以解脫生死輪迴，已經決定往生極樂世界，所以就算而家仲有煩惱、有妄想、有執念，但係內心有安慰。呢一種樂與世間五欲之樂唔同，與聖救者所得嘅禪定之樂亦都唔一樣。呢一種樂就係依靠阿彌陀佛嘅樂，就係信仰阿彌陀佛嘅樂，就係有咗依靠嘅樂，安心、安穩、安穩、安定嘅樂。修行人安貧樂道，或轉貧賤，獲得富貴。念佛嘅人往往會得到貴人相助，可以轉貧窮，獲得富貴。所以念佛人若果專靠阿彌陀佛，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唔使驚會餓親。更何況念佛人就係一個修行人，修行人安貧樂道，憂道不憂貧，佛自然會護持佢嘅食同着。所以修行人有道就有良，良就係喺道裏邊。所以一個修行人發心修行嘅時候，唔先擔憂道，卻先擔憂良，咁樣就已經顛倒啦。有句話說，能改過則天地不怒，能安分則鬼神無權。一個肯改過嘅人，天地就唔會生氣，唔會責罰佢，因為佢知過能改。一個能守己安分嘅人，鬼神就無權力立即判佢嘅好壞，因為佢安分守己。一個修行人若果能夠攞實安於修行人嘅本分，自然有護法神護持，讓佢生活無憂，安心辦道。念佛方能消宿業，或得果免宿業，所逼病患之苦。宿業就係宿世所做嘅惡業，致使今生有種種病苦，睇醫生檢查唔出病因，食藥無功效，呢啲就係業障病。業障病用醫同藥都治唔好嘅，必須念佛或者行善積德先至能夠轉化。念佛係最簡單、直接又快速嘅。我哋淨土宗出版嘅叢書，其中有3本念佛感應錄，就有好多關於念佛消業障病嘅見證。或轉短命得壽延長，短命往往就係過去世多殺生多食肉。如果能夠念佛，自然會消業，業障消咗啦，自然就會延長壽命。所以念佛可以消災延壽，或冤家變恨，就係過去世我哋有害過人，害佢、殺佢、欠佢、偷佢、鬧佢、侮辱佢，同佢結冤，今生相遇咗，點樣相遇呢？或做夫妻、父子、六親眷屬，或者同佢做朋友，
呢個叫做冤家。所以俗話講，不是冤家不聚頭，變恨就係佢嘅怨恨已經變化咯，已經消咗咯，叫做冤家變恨。所以如果六親眷屬唔能夠和樂，就係宿世互相結冤，就要多多念佛，得子孫繁榮。若果係求子嗣，亦都要虔誠念佛。不過時代唔同啦，現代人都唔太想生 BB。以學佛人而言，最好係唔好生育。點解呢？除非能夠將生出嚟嘅子孫獻給佛陀，讓佢肩擔如來家業，令到佛法延續，使子孫解脫生死輪迴，咁樣可以兩全其美。否則讓子子孫後代作業，緊固輪迴，我哋忍心咩？所以仲不如唔好生，係咪？燃燈二益，六字全修，身心安樂，如意滿足，如是功德不可稱計。呢一段文字係講世間生活之中身心安樂嘅功德。若果就念佛嚟講，主要係在講往生嘅功德。點解呢？因為唯有往生先至係最高嘅功德，先至係根本嘅功德。往生就出嚟六道輪迴，能夠成佛救度所有眾生。所以一定要往生極樂世界，因為輪迴未出，有生就有老病死，就會繼續輪迴，咁唔係好可怕咩？不過喺呢度亦都可以了解念佛有兩種功德，就係燃燈二益，不但將來往生極樂世界，現在亦都能夠得到身心安樂。所以不管求將來解脫，或者現在種種嘅如意，包括家庭美滿、夫妻恩愛、事業順利、仔女學業向上等等，只要虔誠念佛，佛自然喺暗中加持。當然我哋唔可以右手掃地，左手卻喺度灑灰塵，就係話我哋雖然念佛，心性、言語、行為都不如法，卻說念佛無感應，咁樣就唔得㗎。頭先有一首偈，阿字十方三世佛，微字一切諸菩薩，陀字百萬諸聖教，心字一切是具足。呢首偈可以依《觀無量壽經》嘅經文以及《無量壽經》嘅經文嚟做解釋。阿字十方三世佛，阿字十方三世佛，睇《觀無量壽經》第九觀真身觀有句經文：無量壽佛於圓光中有8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化佛。意思就係話無量壽佛即阿彌陀佛，佛嘅光明有圓光同身光，身光係全身嘅光明，圓光就係頭頂四周圍嘅光明。圓光中有8萬億那由他，那由他係無法讓人哋想象嘅大數目。恒河沙，恒河係印度嘅一條河。釋迦牟尼佛在世嘅時候，時常都係呢一條河講經說法。呢條河嘅沙微小而清淨，所以佛經中往往以恒河沙嚟形容好多好多嘅數目。阿彌陀佛嘅圓光中
有8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化佛，可見圓光中所現化佛之多，可以講遍滿整個大宇宙。因此阿字十方三世佛，微至一切諸菩薩，微至一切諸菩薩。觀經接住又話一一化佛，亦有眾多無數化菩薩，以為是者每一尊化佛都化出咗眾多無量無數嘅菩薩，每一尊菩薩都作化佛嘅使者，化佛之多已經不可想象，何況化菩薩更多。可以講整個大宇宙都係阿彌陀佛嘅領域。所以善導大師話，十方諸佛國無非法王家，陀至8萬諸聖教，陀至8萬諸聖教。觀經接下嚟講，無量壽佛有84000相，一一相中各有84000隨緣好，一一可中復有84000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呢個就係講阿彌陀佛有84000相，相中有可，可中又有光明，即是相可光明。呢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都係救度十方嘅眾生，亦都如同代表着84000嘅成就。佛說法係為咗要救度眾生，但係眾生有煩惱，點樣嘅煩惱呢？又有幾多煩惱呢？講有84000煩惱，因為眾生有84000嘅煩惱，所以佛先至會講咗84000法門嚟對治，嚟救度眾生嘅煩惱。阿彌陀佛點解要放84000光明呢？目的就係要攝取救度眾生嘅84000種煩惱。所以阿彌陀佛呢一尊佛，南無阿彌陀佛呢6字名號裏邊，就圓滿具足釋迦牟尼佛一生所講嘅84000聖教。所以古德話一代聖教盡成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亦都係因為凡係念佛眾生，只要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圓滿具足釋迦牟尼佛一生所講嘅法，亦都圓滿具足釋迦牟尼佛一生所講84000法嘅功德。阿字十方三世佛，一念佛，十方三世佛集中喺心寸之事上，微至一切諸菩薩，一念佛，一切諸菩薩來於一寸之口中，陀至8萬諸聖教，一念佛，8萬諸聖教含於一個陀字之內，心字之中是具足，一念佛十方三世一切三寶之功德都含於二陀名號之內。所以大經真諦念佛為大利無上之功德。真佛偈嘅內涵講義中引用一般常用嘅一首真佛偈，出自北宋澤謙法師之淨土修正義。阿彌陀佛身金色，上可光明無等倫，北河婉轉五須彌，金木純清四大海，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眾亦無邊，48願度眾生，九品含令登彼岸。呢首偈主要係吟詠觀無量壽經第9觀，
以及無量壽經48願嘅經文。阿彌陀佛身金色觀經裏邊話，無量壽佛身如百千萬億夜摩天閻浮騰金色。呢一段經文就係阿彌陀佛身金色嘅意思。夜摩天閻浮騰金色係形容阿彌陀佛嘅佛身，就好似夜摩天嘅紫毛黃金色一樣，所以稱讚阿彌陀佛身金色，上可光明無等倫，就係剛剛經經所講嘅無量壽佛有84000相，一一相中各有84000隨緣好，一一好中復有84000光明，所以話上可光明無等倫。阿彌陀佛嘅相，阿彌陀佛嘅好，阿彌陀佛嘅光明，都超越十方三世諸佛嘅上可光明，所以話無等倫。百河婉轉五須彌，觀經又話眉根百河，幽旋婉轉如五須彌山。阿彌陀佛眉根嘅百河向住圓心旋轉，就好似一個圓圓嘅寶珠，如五座須彌山咁大。金木澄天四大海，觀經又話佛眼如四大海水，清白分明。阿彌陀佛嘅眼瞳好似青色嘅蓮花，眼白有如秋天嘅月亮，非常澄清，深深如四大海水，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眾亦無邊。就係剛剛我哋所念觀經第9觀嘅經文，無量壽佛於圓光中有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化佛，一一化佛亦有眾多無數化菩薩，以為是者。48願度眾生，九品含令登彼岸。無量壽經虛禪阿彌陀佛為十方眾生廣發48大願嘅教理，所謂一一誓願為眾生，並且為十方眾生完成，一旦往生便能成佛嘅極樂世界。經經說我哋所有嘅眾生包含起嚟，都唔會離開九品，使九品嘅眾生都可以平等往生極樂世界，進入不退轉嘅果位，進入一生補處嘅地位。所以九品含令登彼岸。如果我哋了解呢一句名號不可思議嘅功德，就可以知道阿彌陀佛嘅慈悲係無條件嘅慈悲。阿彌陀佛嘅力量係絕對能夠救度任何眾生嘅功德力量。無量壽經花光出佛之文，後面呢兩段經文就係無量壽經花光出佛之文。我哋讀誦呢兩段經文會非常驚嘆，原來十方諸佛都有可能係從極樂世界蓮花嘅光明所出現嘅。原來十方諸佛都包含喺呢六字名號裏邊，只要念南無阿彌陀佛，自然就圓滿具足。稱念十方諸佛，自然就知道阿彌陀經講嘅念佛人受到十方諸佛所護念，所以呢一部阿彌陀經亦都係一切諸佛所護念經。無量壽經花光出佛之文說，眾火蓮花周滿世界，一一花中出36百千億光，一一光中出36百千億佛，身子金色，相可殊特，
一一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為十方，說微妙法。如是諸佛，各各安立，無量眾生依佛淨土。意思係話極樂世界充滿眾寶，眾寶就係好多好多嘅寶物，嗰啲唔係世間嘅寶物，係從阿彌陀佛清淨功德所顯現嘅未受污染嘅寶，嚟莊嚴呢個蓮花。極樂世界多處充滿眾寶蓮花，每一朵蓮花都放射出36百千億光明，每一朵光明都出現36百千億嘅佛，每一尊佛都係紫磨黃金色嘅佛身。呢個佛身相好殊特，殊特就係剛剛講嘅殊勝、微妙、清淨、莊嚴，不可思議，不可形容，不可想象，所以叫做相好殊特。呢啲佛有點樣嘅目的呢？有點樣嘅功能呢？文中講一一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為十方，說微妙法。呢個每尊佛都放光明到十方世界，為十方世界每個角落嘅眾生說微妙法。微妙法就係阿彌陀佛救度眾生嘅法。如是諸佛，各各安立，無量眾生依佛淨土。每尊佛都安立無量眾生喺成佛嘅正道之上。從呢一段經文，我哋知道極樂世界嘅眾寶蓮花都放出光明，光明之中都顯現佛，每一尊佛都到十方世界說法度生。而所講嘅法歸係阿彌陀佛嘅第18大願。咁樣講嚟，東方係唔係有極樂世界嘅花光出佛嚟呢度講阿彌陀佛救度眾生嘅法呢？好似阿彌陀經所講嘅，東方有阿草秘佛、須彌相佛、大須彌佛、須彌光佛、妙音佛，咁多嘅恒河沙數諸佛，同無量壽經嘅花光出佛有無關係呢？我哋體會起嚟就係有關係。點解呢？因為若果係無關係，咁樣極樂世界嘅花光出佛去咗邊度呢？其他嘅佛都嚟正成讚嘆，點解花光出佛未嚟嘅？阿彌陀經又講念佛絕對能往生極樂世界嘅時候，十方諸佛既然出嚟讚嘆，當然係同呢個法有關係啦，亦都必然同花光出佛有關係。如來會花光出佛之文，若果係依如來會花光出佛嘅經文嚟睇，就更加係清楚。如來會花光出佛之文話，而佛國中有七寶花，億億花出36億那由他百千光明，一一光中出36億那由他百千億佛，係諸佛等應往東方為眾說法，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呢啲佛現在到東方為眾說法，東方就係娑婆世界，南方、西方、北方亦都一樣，四維上下，東北、東南、西北、西南叫做四維，上下就係上方、下方，合起嚟就係十方，亦就係整個大宇宙都充滿咗極樂世界所出嚟嘅佛。再為十方世界嘅十方眾生講念佛必定往生成佛嘅法，呢個係無量壽經觀經所講嘅。南無阿彌陀佛呢6字名號充滿十方諸佛，而且
呢啲佛亦都係從極樂世界所出現嘅。念南無阿彌陀佛，即是念十方諸佛。論其經有一段經文，亦都講諸佛皆出極樂。呢一段經文係十方諸剎土眾生菩薩中所有法部佛化身及變化，皆從無量壽極樂界中出。呢一段經文好清楚又好直接嘅話，十方諸剎土眾生菩薩中法身、報身、化身、變化，都係從無量壽佛從極樂世界所出現嘅。因此我哋就知道，只要念南無阿彌陀佛呢句名號，即使唔念十方諸佛，自然等同念十方諸佛，自然就具足念十方諸佛嘅功德，自然就受十方諸佛守護念。如同阿彌陀經所講，聞是經受持者，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因為凡係念南無阿彌陀佛，就係受持阿彌陀經，就自然蒙受一切諸佛守護念。換言之，若果無念阿彌陀佛呢尊佛，只係念其他嘅諸佛菩薩，就無呢一種功德，亦都無呢一種嘅功能。所以我哋只要專稱彌陀佛名，就係稱念十方諸佛。若果唔專稱彌陀佛名，即是未念十方諸佛，只要願往生彌陀淨土，就係往生十方諸佛嘅淨土。不生彌陀淨土，即是不生諸佛淨土。往生彌陀淨土，即是廣度十方眾生。自度即是度他。南無阿彌陀佛。